早新聞報導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寶有新聞台。等我哋而家一齊睇下。我係今日嘅天氣報告員李浩軒。今日溫度係27度，而家睇下個天氣。咦？唔該晒天氣先生。早前海洋公園宣布大熊貓龍鳳初出世，暫時未改名嘅佢哋，市民以家姐同細佬作為佢哋嘅昵稱。不如我哋一齊重溫一下佢哋出世嘅片段啦。哇！熊貓出世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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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熊貓爺爺早前於8月15號產下雙胞胎，寶寶日漸成長，唔經唔覺已經有2個星期啦。粉紅色嘅小西區慢慢長到黑色嘅斑紋，鏡頭裏邊有2隻熊貓 BB 喺度飲緊奶，隔離有熊貓爸爸、同埋熊貓媽媽。原來呢2隻熊貓 BB 最少要1個月後先可以望到呢個世界。如果要聽到聲音，就最少要2個月後。10日大，佢哋啲毛髮就會長出長啲。15日大，基本上佢哋就會有一對黑眼圈。大熊貓一日吃4餐，主食是來自四川廣州的竹耳，餐仲有蘋果、蘿蔔、特製高纖維餅乾。熊貓 BB 日漸長大，海洋公園上個月正式安排大熊貓和公眾見面，當日有唔少市民一早就去熊貓館，我哋排大約幾日去睇下啦。我哋而家嚟到海洋公園現場，發現有唔少內地嘅遊客都慕名而來探訪小熊貓。等我訪問一下先。好。我真係好開心見到佢哋打筋牽手，真係好可愛。你呢？有咩感受啊？係啊，我哋仲帶齊相機，仲可以影低熊貓可愛嘅表情，仲可以打卡啊！我而家將時間交俾我嘅同事。相信大家都好想快啲親眼望到呢對小熊貓，不過參觀嘅時候要保持安靜，唔好嚇親佢哋啊！佢哋係瀕危物種之一，記得要愛護動物，為動物保育出一分力。熊貓，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拍拍兔仔嘅手，伸個懶腰。熊貓，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香圈飛嘟嘟真奇妙。熊貓最愛睡覺，一隻棉被吃竹葉。熊貓，你知我嗎？人人都喜愛長你。熊貓，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拍抱兔仔嘅手，伸個懶腰。
熊貓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太眼向別的真奇妙。熊貓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害怕兔在地上大人大尿。熊貓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眼圈肥嘟嘟真美妙。熊貓最愛睡覺，喺上面輕輕中意。熊貓你知道嗎？全都喜愛唱你。熊貓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害怕兔在地上太人大尿。熊貓熊貓，可愛的熊貓，它眼圈肥嘟嘟真奇妙。